比天后客做评审。王彩华，彩华姐啊！小姐花栏杆，你大厅，谢谢。啊，唔知有人娶某无？哇！新娘喜当当，将来一定会地印红。哎呦，新郎好体格，下暗一定足够。迄落迄，煞要好问无？啊，是要讲话长。第二阶段的倒台，选手功夫真拼。紧张的时阵要来，咱今仔日咱比赛这个规则较无共款。我是酸酸，我靠嘴食饭，这是我的阿运，无听你会拍算。顺哥，白苦粿、青苦粿、椒白笋、芦笋当菜、黑林两汤、沙锅鱼头啊！爸爸救我啦！杨妹姐啊！现场有要成功的人无？啊，要成功的人，今仔规场拢听我的啦。匆匆小代志。今仔日呢，要来进行咱的第二阶段。这是无共款的题目，无共款的题目。嘿，莫我笑，都一个笑的。莫我笑。无你做乜来啦？你只要对我笑，你就爱说你，你表面你练喙花就爱比我更较好笑。对，你讲对啊。因为吼，咱这比赛愈来愈紧张，所以咱的导师呢，伊会出来表演。哦，伊真会出来练喙花。哦，安尼哦，好，我等下就来听看卖，听看卖伊有好笑。啊，今日安尼，阮有真重要的评审。对，马上来欢迎咱的主审孙哥。各位亲爱朋友，大家好。咱人若是要过好日子，爱家己去争取。无管你今仔是要品文还是品武，你就是你家己上重要迄个主人啦。是的，做家己人生的主人。第二位欢迎咱的好朋友。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练喙花贵公主啦吼，人讲这个离开只是一个开始吼，我鼓励大家尽量离开，感谢。尽量离开。迄嘛是真奇怪啊！你哪会到即马时阵，你拢还未开始咧？还未开始啥？离开。哦，无，我会录到最后一集。哦，我会录到你囡仔出来为止。下面都签落也无多啦。哦，嘛是啦，即嘛是爱睇啦。对。第三位这位评审哦，真够练喙花，哎呦，嘛晓主持，哦，嘛晓演戏，搁会晓唱歌。嘿，观众朋友足希望今仔日来的是因查某囝，王彩华，彩华姐啊！哦，水，哦，水，哦，水啦，啊呼！小姐花栏杆，你大厅，为何你闷心袂定？谢谢。今仔日点灯甲菜喜气洋洋，啊，毋知有人娶某无？哇！来，安尼我就来祝福这对新人啦，吼。对啊，对，对。这对新娘喜当当，将来一定会地印红。哎呦，新郎好体格，下暗一定足够。迄落迄，新娘生水柳叶眉，这对的结合是天安排，将因两人行入人生的大舞台，恁讲好唔好啊？来，今嘛，咱的酒杯啊，甲捧我灌，啉好大，祝福咱的新郎赶紧生。什么？喂，生一个胖娃娃。迄
中文啦，迄中文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啊，谢，嘿，啊，煞要访问无？好，啊，是要讲话长？欢迎回来。 2分钟就好啊，嘿啊，你会用坐大遐访问，啊，你是徛出来啊，人大姓大名，你坐咧主持，我排一个胖娃娃啦。嘿啦，马上要坐胖娃娃哎啦。呦，这个我帮一个看我会够有心无？安尼咁好，即摆搁要爱一个哦。歹势我袂记，我听经啊啦，啊听经我领5000，搁无领多。搞人美金嘞吼，敢若袂歹。哦，啊，安尼这个媒人你不要婆啊。让他太唔好伤激动啊！我有心的时阵哦，啊，但是我第6天就出来演啦。啊，你这个生囡仔故事敢要收煞？哎，无啦，讲了啊，讲了啊，你哪安尼啊？生囡仔要结婚证啊，嘿，对。欢迎三王子啊，嘿，足高贵的啦。哎，真正卖固伫你的手顶，规场咧听你的，拢听伊的，哎呦，即摆吼紧张的时阵要来啊，好，真正要比赛啊。咱今仔日咱比赛这个规则较无共款，哦，啊，就2分钟啊，这共款嘛吼， 2分钟嘿， 2个车啊，嘿，进前3个车啊才有淘汰嘛。今仔日2个车啊就淘汰啊，而且伊无一定要你规个故事拢讲完。平时听无想要听，对，伊就互你一个车啊。对。哎，你看阮平时偌搞怪就好。夭寿，毋过阮村真2、3、4、5、6个人呐。村5个，一个是老师，是因老师。嘿啊，啊老师爱表演，老师嘛会互伊一个车啊。老师伊连伊表演，你若听袂落，嘛是互伊车。咱2个车啊，嘛是。老师无共款哦，老师是讲伊免讲话，啊你看到伊的面，你无看袂落去，你嘛给一车。看面就知。无想要看。基地比赛愈来愈刺激咯！今嘛要进入第2阶段的比赛，莫固伫我的手内，今仔日规场拢听我的咯。规则是每一个选手出来表演2分钟，表演的时若是有2个评审拍车啊，安尼迄个选手就去用淘汰咯。但是为着要让咱的选手哦，莫遐尔紧张，咱今仔日咧先安排导师上台表演，替咱的选手得场赞声啦！希望咱同队的选手哦，拢有上赞的表现哦。第一位是咱的老 K 老师来，欢迎，欢迎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老 K。嘿，今日这个主题真好，规场听我的哦，这句话真赞。顶届我听到这句话的时阵，嗰是我拄着有人咧抢银行的时阵，规场听我。有一届我去爬山的时阵，忽然间后壁出现一个人，哦，摕物件甲我拄的，摕钱出来，我就惊，我这届出门无炸钱啊！伊就生气，你无炸钱？你一个人爬山，你啥物拢无炸，你安尼我是要唱啥？要唱啥？我就紧张了，无你会当唱，无你会当唱一首歌啊！啊？这是我头一届，互人要赞回去山查开的故事。不过讲到唱歌，阮讲笑话的时阵，袂当讲啊。有一届我去爬山的时阵，啊，我伫咧一个无人的所在，袂记，后一句是讲啥？正边朋友才到会对讲。后壁的朋友，袂当安尼啊，袂当讲啊，最后一摆啊，最后一个大家来做伙来哦。有一届我惊着是袂晓无法度安尼嘛，阮就袂当啊，伫咧台顶讲，我今日来翻讲，毋是翻唱哦，是翻讲哦。大家敢有听过讲，伫咧台湾，啥物物件加老张2个字，就会当买较贵，像老张的茶、老张的油啊。这时阵舞台迄一边就有一个人扶起来，欢迎特别嘉宾不诋毁。有人要现在见老张的人吗？无人安尼连喙花嘛，对无？感谢大家，我是老 K。谢谢老 K 表演，谢谢。哎，你哪会就走去啊？你家己讲的故事，你爱来承担呐。睇到第一句最好笑的，哦，做个笑到够大声，早时啊讲一句就好啊。系啊，讲较长。你句讲完就好落去啊。这句话一般拢是强盗咧话的，即摆规场听我的喎，安尼最好笑，因为一般人袂安尼讲嘛，对不对？但我感觉讲哦，徛在台顶咧较有自信的，无管你后壁安尼讲了安怎，你就认真甲讲个煞。
对啊，就像我拄则安尼啊。对，嘿啊，自头到尾拢无笑。伊拢不是啊，伊是好笑，但是拢无讲无煞，讲袂完。袂煞。不是你拄则讲反讲是啥？我今日来翻讲，唔是翻唱哦，是翻讲哦。因为翻唱嘛，你唱歌。翻唱跟翻说，翻讲，豆冰讲嘛，应该讲豆冰讲啊。唔是啦，不是，就是。甲别人讲过，佮讲一届啊！对，因为翻唱歌唱别人的歌安尼嘛。系啊，伊会当讲到我都听无呢。所以听无就是一个所以问题边仔有一个翻译机、翻译机，啊，你也听无少较刺激。无啦，做老师的就是甲后壁选手迄紧张拢用煞。对，大家听因就就好笑的。对，调岗的啦，调岗的水啦。啊，你看下，伊要选啊，伊要选啊。我知。真啊！要食西瓜先温盐啦。系啦，安尼食起来较甜啦。甜啦，比较有伤害啦。好啦，不要紧，真正我落就对了。好啦，你紧来坐好，坐好。感谢老家老师啦，好啦。阮真正的选手要来啊！真正的，要来表演麦克伫我手，今仔日规场拢听我的第一位选手就是咱的生生。大家好，我是生生。平常时咧，我的工课就是摕麦克伫咧主持啦。啊，有时阵哦，会拄着人甲我讲啊，即摆足无聊的。啊，生生，无你来一段练喙花好无？我就讲啊，这啊，毋是俱乐部啊，啊无歹啊，我不爱讲啦。其实哦，是无钱啦，我才不爱讲。若是有钱吼，无歹我嘛用花的啦。既然有选美冠军的美丽，才华无咧惊，出来拼冠军。走路有通，眼神爱练功，练后自信的行出去。顺哥，试看卖好啊，彩华姐，今年春天上好看的衫，粉红啊色的，足看人穿的，伊穿就足好看。伤济啊！安尼我改。请大家卖误会，这是灵魂。啊，有时阵哦，会拄着人甲我讲啊，即摆足无聊的。啊，生生，无你来一段练喙花好无？我就讲啊，这啊，毋是俱乐部啊，啊无歹啊，我不爱讲啦。其实哦，是无钱啦，我才不爱讲。若是有钱吼，无歹我嘛用花的啦，就是安尼。啊，顶个月哦，我去一间学校演讲，啊，我就讲到去年的冬至游行，啊，有现场有一个查某学生有参加，我就甲问讲，你敢有认得你？我是迄天的主持人。无呢，无，你甲大家分享一下，迄天你上印象的代志是啥物？哦，我就会记你第一龙啊，伊足水的，唱歌足好听的。我伫伊边啊，我伫第一龙边啊，第一龙规场的访问拢是我做的呢。你敢无看到我？你当作我是外面外口的迄个口白哦？哦，我真艰苦呢，平平拢是摕麦克，啊，主持人甲歌手都无共命。啊，有一摆我咧主持一个演唱会，啊，最后一个歌手表演煞。所有人，我出来做收尾，所有人都走跟他飞咧。敢若我讲到最后一个字的时阵哦，现场都会爆炸啊！紧走哦，紧走大家，唉，所以哦，我就欣赏歌手的啦。今仔日咧，我嘛想要做一摆歌手，我写了一条 rap， 要来送给大家，唔免嫌我吼。好，老师 music。哎呦。Yo，生生 in the house， yo，因为生生无出门哟。我是生生，我靠嘴食饭，这是我的押韵，无听你会拍算。摕一支麦克是要创啥？我讲的比唱的更较好听，因为我的节奏，互你哎呦袂到。我只想要，互你会当笑袂到。多谢大家。哦，笑袂到。笑袂到，欢迎生生。笑袂到。
当梯，嘿啊，哪里啦？你今仔这个配色，就想要找你介绍的。电玩就对啊。电玩的感觉。哎呦，安娜，有条到尾拢无人拍车啊呢。那呢？你通过啊呢？哎，恭喜神神！哇！安尼就是上好的代志啊！阮拢无咧看因的车啊，还是裤啊，啊，伊就过啊。你就过啊呢？嘿啊，这表示咯，你应该去做歌手。又，又袂着。我是水咖要死，我是真正阿妈会开。不要紧啦，蔡小姐，不我要紧。这个卖免叫，对啦，好过吼免工作啦。对，因为观众吼，这个目睭是金金的嘿，拢认真来你看。rap 不简单呐。因为咱头头是听的落，对，听的落就无去拍车啊嘛。是。你若听到差不多10秒、20秒，佫唔知你讲啥，车啊就来啊。哦。这个车啊是伫遮哦，啊那平常时在庙埕边啊，迄是看到阿嬷骑车啊来啊，这个笑的哦，会惊。我跟你讲，因为真顺呐。所以你听了顺了去了，你会投入在他的所有讲的，因为哈真顺呐。兄弟，要靠钱。说个卖靠钱，车啊夹出来，车啊夹出来，卖个小我不加分呐。吃那布食菜布嘿，有加分。和平啊，你感觉咧？练喙花这件代志，就是你若是规个故事是顺的吼，大家听落去，想要听讲，想要知影后壁有啥物款的代志。啊，虽然讲无笑点的时阵，听看没听看，听一个就袂记要拍车啊。安尼嘛是一个方式。他今嘛报告好。这没啦，咱就吹五个啊，就可怜的。买，我来开玩笑。今天算好笑啊，真好笑啊！后边，安尼哦，卖安尼啦。我敢袂当先领一领领先来等。真伫咧甲你提醒，你莫听下袂记你拍车啊。先来走，我算喝酒。先算喝酒，你点你就知。对。恭喜咱的神生啊！恭喜啊！是啊。哎呀。后一位你看，伊的惨嘛，伊的表情足紧张的，足紧张的。欢迎咱的基言，欢迎。台湾，大家好，我是子言。今仔日的题目是麦克伫我手头，规场拢爱听我的。这根本就是为我设计，毕竟我是学舞台出来，嘛参加过选美比赛得过冠军，所以我知影吼要安怎伫咧舞台顶才会使得到较悬的分数啦。哎呦，唔是啦，我是讲吼表现家己啦，所以今仔日咧我就要来教大家3招这个选美的撇步。第一招，背起笑。爱记，不管你偌尔啊紧张，拢爱记得笑，像安尼。安尼先开袂啊？若是无说你笑成中啊背起合起来咧，你就要出去。若是讲较无说你是下骹背起咧，你就变做李登辉。大家好。第二招，印度沙湾桥。右手内破，卡层地扣扣。有水哦。若是无这个身材哦，嘛无要紧，咱就靠第3招。行路有风，眼神爱练功。你甲人看的时阵，爱亲像要甲人，才落去，然后自信的行出去。顺哥，I got you。最后选美的时阵，一定会互人问问题，袂要紧，记4个字，对症路药。任何的问题，你拢爱甲伊讲。多谢你的提问，这是一个足好的问题，千万唔好讲对，是唔对啊。若是袂晓，咱就小甲政治人物学者安怎所以啊。安尼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你若得第1名，你会代表台湾的去全世界去宣传，是，你要炸出去的，你
内心内底想要甲大家讲，全世界讲什么代志？头先爱行动，多谢你的提问，这是一个足好的问题。我要砸出去，要甲人宣传是台湾的人真正足好的，阮的迄个性地足好的，足爱甲人斗相共。毋过有时阵吼，台湾人骑车可能骑伤紧，安尼嘣一个人就会无去吼。所以这感觉我就是感觉这台湾上好的一个部分，人足热情的。开车、骑车嘛足紧的。好，你的意思讲，咱台湾就是呢，这个人就是上好的风景，对不对？对。多谢大家，我是志妍。哇，伊进步真多呢。哦，你今日敢无讲呢？恐怖呢。另外一个人呢？人咧看奥运，因拢咧练习，拢咧练习。哦，足好诶。我问你，你若选美冠军，甲这个练翠花冠军，你较想要得到倒一个？哦，可能是这个选美的冠军。你咧练翠花现场，你甲我讲真好诶问题。咧选美的现场练翠花。哦，啊，你都已经来遮选美啊？我伫遮选美一个啦。本来头拄本来是要行路，互大家看的啦，表现者。头拄咱安尼拽来拽去，想讲来一个。无，咱是行一个认真的啦。系啊，无人要相信啊。哎呦！哇！哎呦！哇！这设计的呢？你这个面手敢若袂输要来输笑的。啊，无这啊，面手爱安那，你来。啊，无你来试看卖好啊，彩华姐，彩华姐细哩哦，你拳打足悬呢。哎呦，今仔先拼先咯，嘿。哦，这是我面手唔好遐尼歹，较温柔的。对啊。这是阮台湾的时装秀，今日要来甲大家介绍，今年春天上好看的衫，粉红啊色的，真正是足看人穿的，伊穿就足好看。伤济啊！安尼我无人拍片哇！聊来。水。夸张高调哦！你对啦！你得到一个歌啊呢！哇！我有一个歌啊！是不是？感谢师兄。请大家莫误会，这是灵魂。无啦，这可怜。我免分数啦，分数是伊。我感觉伊表现了真好。第一，伊台风真好。伊台语嘛真好，而且呢，伊规个表演当中呢，唔是敢若用嘴讲尔，伊的骹甲手甲身躯拢有一寡戏咧内面，所以我觉得这是靠你的钱。你个讲法，你爱就拍。你个手好手错的先看别代志。会去刷着，所以我感觉。伊是一个真够表演，而且讲翠花是讲了真好。安尼是。安尼就好。我今日讲到一半困去的。无，因为我今日连伊讲出来，我爱食菜啊。下戏下节目啊。更好就收。啊，更好就收。更好就收。我感觉讲伊真勇敢吼，因为伊勇敢呐！麻烦你制作单位下一条街举一支车下来，我真正要修理人啊！规间厝卖到第七集拢还没换人，我就想，因为啊，你也扯下来啊，老师扯下来啊，要发出来啦。没有，我感觉讲伊甲迄观众安尼做 crowd work 哦，就做观众互动哦，这真勇敢，因为讲吼，伊唔知影讲伊会问什么款。就问一下 crowd work 是啥 ？crowd work 就是甲观众安尼做互动。互动。我讲你平常时就唔练咯，你用的时阵咯，你就用袂着啊。等者，你莫跳伤大啦，你跳到。咪咪要笑我足紧张。你有啥状况无？无，我即摆吼，甲羽毛球赶快。羽毛球硬啦！别使。我来为主持人啦。羽毛球要安怎讲哈？羽毛球啦。什么？真歹讲
OK，我就是好奇讲，是不是任何问题你拢有法度接招？有法度，敢有？会使，会使，任何这是你问题。的挑战。哎呦，无，会使安尼就好。阮搁有后壁。哦，对，啊，有这个，阮时间无咱的够。时间无够，歹势。你有这款勇气就袂歹。要找某嘛去外口好不好？无啦，芭比已经走啊，我即摆找起来。你即摆失恋啊？所以你有外人啊嘛。这期嫁互我女朋友好不好？歹势吼，来继续。恭喜恭喜你过关啦！哇，恭喜子妍！真正是表现了袂歹哦。代志毋是戆人想的遐尼简单哦，我是讲今仔日应该倒台真侪人，结果头前2位拢过关咯。好，欢迎第4位婚的。有机会教你做主管的撇步，啥原来拢靠迄步。现场有要成功的人无？我是一个大主管的，我想要来较成功，就是我的美貌啊。我做新人的时阵吼，我若业绩歹吼，阮总经理就会甲我操干6条，转伊倒，这个物料我拢吞落来啊！我继续打拼，再打拼，甲全公司的人拢对我真尊重啦，因为我试过去讲讲，总经理甲我有一腿。好，欢迎第4位婚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婚的。嗨，我是一个编剧，今仔听我的编剧的工课哦，就是生一大堆想法，互导演紧。就像你去餐厅，你好，我要点轎仔、菜头仔、青芹、白苦瓜、青苦瓜、茭白笋、芦笋、玉米笋。刷鱼烟、猪皮、猪子、天腿、乌鱼子、卤肉饭、猪心冬粉、咸菜、桂竹仔笋、冬菜、虾仁卵汤、沙锅鱼头啊！我想讲有遮尔济菜，一定有导演爱嘛。结果伊拢无爱，甲要食麦当劳，因为是美国转来的。我讲吼，做编剧真正会定定看到鬼，因为阮逐礼拜拢会交新的剧本互导演。有一遍，伊甲我学了讲，这礼拜写了袂歹，加一个问题，欠一寡空气感。空气感是啥物？空气就是你看袂到，但是若无，你就会死翘翘。啊，我知影意思啊，一个剧本交出去，就有人会死翘翘啊，全部停下啦。哦，所以我讲向导演讲话哦，拢敢若那咧通灵呢，所以我走去学塔罗牌。伊若啊，两个车啊出现了。第一个是孙哥派，差不多过了5秒了和平。孙哥是安那会互伊一个车啊？我感觉讲你写真济，啊，迄个内容的展出吼，算讲规堆伫遐，你并无互你要听的观众一写句就知影讲，你到底要表现的是啥物货？你要点菜点真济，但是尾啊，迄个美国人转来，因为第一你阁背无清楚，因为你既然去选择了这个，敢若 rap 要念遮的贯口，但是你无甲背好，应该是真水气的。所以你的水气无出来，你面的迄个紧张，你就甲这个喙花规律拢无开开。啊，我若无甲你建构者，你后壁佫较严重。啊，比赛就是安尼。对。哦，因为你有淡薄仔紧张啦。啊，你讲编剧拢会看到鬼嘛？敢是？啊，你敢无看到才有一个鬼？看个屁！伊迄是本类啦。啊，我个人感觉讲，你爱佫较稳定的。对，你的面爱佫较欢喜的，你今仔是来练喙花，要互大家现场去感受到你的准备。吼吼，今日透动啊，这个麦克举咧我的手，你所有人即摆拢开始听我的。爱有自信呐，因为伤紧张自信，因为水佫有啦，冰冰爱佫袂跳针嘛。我感觉伊是互伊头前迄个贯口害着。对，因为第一句讲了无好，伊可能来影响第二句，就开始来无信心。但是你袂使呢，一定要 hold 得住。hold 得住。哦，hold 得住，记载袂掉。
好，还有英语也是。好是英语，英语不要紧。好起来唔是好得住。你会调啊，但是得住爱拍。得住爱。这位兵恭喜写在哦。你就是爱甲经我调，我的老师就是讲吴念真导演。导演，吴念真嘛没演剧，吴念真嘛演剧。对，迄个伊讲过，就是讲，唔管讲你即马念唔对，过去就是过去啊，莫个想，向前看。哦，好。对，向前行。向前行。你知影我有一摆演戏，下骹是舞台剧哦，我位后壁一支刀要压出来，但是去徛落去我腰大，挽袂煞，挽袂，我怎有一个手大了，怎飞去观众，哎呦，惨嘛！飞去观众发了一声啊！我讲无要紧，我在外头甲对手讲，今仔日无刀，我赶快用赤手空拳甲你拍死。啊！你就一直甲演落就对啊。啊，你也有迄个准备，后壁因为选手遮尔济，反应嘿，你临场反应。我有无共的想法，就是讲，伊拄则一直讲是向前看。要毋过我感觉讲，你若是伫咧做练喙花的时阵，要回头看。你若是出错，你爱处理这个状况。譬如讲啊，你拄则讲啊袂顺的时候，啊歹势吼，大家拢知影你讲袂顺，啊说啊歹势，我是考孝顺的弟弟，考袂顺。啊你讲一个笑亏，甲这个问题，你知影这个问题啊？啊，但是受伤害是我啊！我都生做安尼啊，阮小弟佫袂顺，什么意思？佫袂顺，真可怜啦！就是我感觉讲，这练喙花就是来处理现场的状况啊，而且讲即摆是比赛，大家知影你出错啊，你安怎处理这个出错的状况，这就真重要。你无处理，互这个气氛吼一直继续落去，安尼大家就会惊，一直惊，是替你惊。你们上我借，你们你即摆就有耍无耍？我即摆准备要你拍，吼，所以我讲耍你才拍吼。你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别人。我紧，虽然无过，但是今仔日有学到，对无？咱平常互你足侪建议的。最后我给你一摆机会，你迄个贯口，要跟你讲，会使无？菜单，你个菜单，会使，你即摆应该放松。报菜名，不要紧啊，拢两个车啊，不要紧。我讲来，即摆放轻松。最后一届。来。叫啊菜头啊西芹，白苦瓜、青苦瓜、椒白笋、柚米笋、芦笋、功夫卵、花枝、青肠、沙鱼烟、猪皮、猪子、天腿乌鱼子、萝卜饭、枇杷冬粉、咸菜、桂枝甲笋、冬菜、黑林两汤、沙果鱼头。哦，有较顺呢，恭喜！你即马有3个车啊？恭喜！连讲比赛，莫搁写贯口，害着你家己啦。不是，个无人无赢呢。哦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多谢你有分呢。感谢分呢，谢谢，感谢。我对我今仔的表现就无满意，但是嘛无法度，因为就是最近工课甲厝内代志较济，所以无练习到啦。老客嘛甲我讲，其实头前迄个贯口，因为我无啥物才艺，我就是想讲无我来练一个物件，结果无做好，互伊失望哈。我感觉足可惜的，因为我若练习有够，应该是会当做好的，因为脚本我家己嘛是有信心的。唔知敢阁有机会讲，但是我其实是想要讲，互阮爸爸、甲阮阿公听，因为我细汉嘛是拢学伊讲台语，像我阿公细汉拢一直讲我台语有够歹的啦，结果那伊有天天有看到，伊就看到我会当伫电视顶悬通遮尔济人讲我的故事，用台语讲，练喙花，我感觉伊应该会为我拍扑啊。老师，伊表演贯口，你捌甲看过无？有，但是伊伫咧台顶的时阵。以前练习的时阵较好，较顺。今日是上无顺的一届，伫咧台顶较可惜安尼，对。唉，无法度啦，比赛就是安尼啦。比赛就是安尼。后一位欢迎咱的不诋毁姐姐。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不诋毁。我上班30天诶，我做甲主管是无简单诶。现场有要成功的人无？要成功的人，今仔规场拢听我的啦。恁即摆少年人拢困啊足晚的对无？
听我一句话啦，我会讲，一个要成功的人吼，逐工起床吼，唔是互闹钟啊叫起来啦，是互你的梦想叫起来啦。亲像我，逐工3点我就起床啊呢，我就是互我的膀胱叫起来啦。我会讲吼，恁看吼，我是一个大主管呢，我是安尼遐成功，有生目睭的人拢看会出来吧？就是我的美貌啊。毋过吼，我少年的时阵嘛是足辛苦的呢。我做新人的时阵吼，我若业绩歹吼，阮总经理就会甲我操干6条，转伊转倒，佮摕皮泡扇我的喙皮。有一摆，伊用脚甲我趁呢，哇！这个侮辱我拢吞落来啊！我继续拍拼，拍拼再拍拼，拍拼到全公司的人拢对我真尊重啦。因为我试过去共讲，总经理甲我有一腿。我今仔日来吼，是要吼大爱的心来教大家一寡撇步啦，吼。既然迄种撇步，阮袂听咧啦，吼，听我这撇步啦，吼。我甲你讲，互恁伫咧公司顺风顺水啊，吼，做甲大主管，你讲好啊唔好啊？我会讲，恁放心啦，我今仔日吼嘛袂全讲啦。我会留一丝啦，后摆再讲啦。这就是头一个撇步啊！凡事拢会留一手啦。到后摆的时候，你一来听，完全拢同款啦。这就是第2个撇步啦，唔通凊彩相信别人啊。我哪会退休啦？就是有一摆吼，我想要请迄个艺术家啦，就是人大姨妈来啦。结果吼，我一个同事讲，无可能吧？恁大姨妈毋是40档啊！我真生气，我就往骹甲踢。结果阮总经理看到，伊足生气，伊讲啥物？你甲别人嘛有一腿哦！伊我甲我踢出去啊！多谢大家星光发财，找我就对啊！哈，我是不诋毁。谢谢，成功啊，成功啊！哎呦，好平哦，徛起来拜。哎呦，徛起来拜。你徛起来拜是安怎？River 专业的放艺表演，才华徛婷婷，甲经理感谢。最近哦，台湾啊诈骗愈来愈多，你之前敢有拄过诈骗？有啊，之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，打电话给我要甲我借钱，我马上就挂电话，伊只是无想要借尔啦。有一通哦，是迄彭恰恰大兄爱拍新电影，买我做男主角，不过爱先投资50万呐。这全都爱挂电话。我要甲你行一个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非常尊重你这款的表演，因为这款的表演是非常的不简单，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。多谢大家星光发财，找我就对啊！哈，我是不诋毁。谢谢，成功啊，成功啊！哎呦，好平哦，徛起来拜。哎呦，徛起来拜。你徛起来拜是安怎？我真不敢讲，这真有自信，而且吼，我若是徛咧遐，我嘛无法度讲啊，这真啊顺，这样顺，这样好笑，真正受我一拜，歹势，歹势。就好诶，高分通过，高分通过。因为照你讲不诋毁哦，伊就是咧江湖走跳已经足久啊。你是真正是主管了。是啊，30档啊，主管。30档吼，其实哦，我头拄哦，你一个行出来哦，我有你身材吼，迄个安尼，迄个看到哦，甲迄个束腰的所在哦，真正互你感动对。出来，这靠分，靠分，今麦，公生球，卖后边哦。三围是非常标准，但是头壳举起来人都清醒啊。但是吼。你甲志言同款，恁2个拢用这个卡来当做一支王牌，真好。伊讲吼，我分数会卡悬嘞。你甲你的主管有一腿，其实这拢是真好。这个吼，算讲你有这个body language吼，落去吼交车交流，互大家感觉会到讲，这个故事是有画面的。我感觉袂歹，当然你的台语是真顺啦，恭喜！感恩，就感动诶。其实呢，我伫咧伊的身躯顶呢，我看到真侪优点，就是志文馨阿姨。有哦，有这个感觉。对，因为你真自然，真放松，而且你真享受你的表演。这点是我感觉所有艺人拢爱学习的所在。因为有的人呢，要表演进前拢非常的紧张，但是紧张唔是无好，一点点啊紧张是赞的。你伤过松嘛袂使。
你伤过伤，你可能会硬气、空气，袂记你要讲啥。所以要有淡薄仔紧张，淡薄仔松。所以我伫你的身躯顶呢，有看到是这物件，而且你咧讲这台语的时阵是非常的顺呐。你顺到，互我感觉讲我真钦佩你，因为我嘛无法度讲到遮尔顺。哎呦，对，所以对，所以这嘛是大姨妈死十当的啦。哎，所以呢，你讲恁大姨妈嘛往生十当啊？我讲唔对，歹势，我歹势。差不多4-5年。哎呀，无来差不多是讲出来啦。不要紧啦，这都大家拢知，我也无咧暗看我的年岁，你几岁？莫讲无几岁，一嫁住个2年啦。啊，敢若看你的面就知50桶啊，你当。哎，哪有生年是老张，你哪安尼啊？老张较险哦。啊，因为我嘛50几岁啊，所以咱无差啦，因为你有一粒少年的心，少女的心嘛。我嘛是很惊。哎，啥你聊咧？你搞了。哎，你莫搁摇了，你摇了，迄个顺个头家我。但是我。敢若会当讲，你表演非常的精彩哦，最好看的。对，精彩到无时间互伊一个车啊，吼，最好看的，安尼真好。恭喜不敌会姐姐呢，谢谢。最后一位选手，伊会使讲是为头紧张到尾。我若看到迄面手，安尼结规矩。来欢迎最后一位选手 River。大家好，我是汤，我是 River。吕哥师，最近哦，台湾啊诈骗愈来愈多啊。哎呦，是因为台湾对诈骗好判刑伤紧，足侪互人掠去哦，去派出所，甲警察抬杠就直接出来啊。我喊过啦，你之前敢有拄过诈骗？有啊，之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，拍电话互我要甲我借钱，我马上就挂电话，伊只是我想要借尔啦。啊，有人冒充我的册啦，要甲我册。我马上就挂电话，看你讲过我车啦。啊，有一通哦，是迄碰恰恰大兄爱拍新电影，啊，买我做男主角，不过爱先投资去50万啦。哦，这绝对爱挂电话，我已经汇钱啦。啊，后摆你看到我就是大面星啦，这就是诈骗啦。哎呦，我相信碰到要甲我骗的，你哪会相信这韩国的代志啦？你就是看过足侪新闻，啊有啊，就是像好你后生互人绑票迄种的，嘟嘟嘟。你好，请问是汤先生吗？你后生即马伫我手头啦！啊，爸爸救我啦！呀咩这啊？我后底那是查某人囝的声啦！啊，有恁兜的狗嘛，互我绑票啊！这就是恁兜狗的声啦！狗的声有共款哦。啊，有人讲叫叫狗的，啊，是因为即马人拢无生囝，足侪狗的地位吼都比人狗较悬啦。你是咧讽刺啥啦？哎呦，不过讲起已经过时啦。啊，无，即马都流行啥？即马都流行购物诈骗。哦，就是迄叫你拍电话叫你去银行汇钱迄种的啦。嘟嘟嘟，你好，请问是汤先生嘛？请问你是？我是诈骗集团，甲你新年啊！我这是 Talk 网络商店吼，之前你伫平台买一只大树，伤罕啊啦！紧前哦，之前你伫平台买100只家族，会使加正常物件啊！紧前哦，之前你伫平台买一个马桶罐哦，因为操作疏分，本来爱分10个期，上个健康罐要分10个期啊，即仔变成爱买10届，所以你会收到100只家族。拄则差不多讲1分外的时阵，好评饲第一个车仔的时阵，你是毋是心内感觉足紧张的，愈讲愈紧？嘛无，迄嘛是真诚实吼。好评迄个时阵，你啥互伊一个车仔？因为讲我感觉讲这个剧本吼是趣味，也毋过顶边你插一点仔就叫人拍车啊，就是因为讲你讲伤紧，而且你的台语伫北语的时阵是无法度讲好清楚的，啊这边。敢若比顶边搁较无清楚，你会感觉到现场笑声较无，为虾米？大家拢在听，大家拢上空上放的说，到底是咧讲虾米？咧讲虾米？哦，知影，了解意思的时阵，迄笑点已经过啊，所以讲无法度享受伫你的表演当中。啊，不诋毁伊咧讲笑亏连喙火的时阵，伊就会等大家拢对调这个笑点的时阵，才继续落去。也毋过我感觉讲，甲顶边比起来，我感觉这个问题敢若搁较严重。顶边阮是讲，若是即个问题无改善的时阵，可能就要离开。啊，我是感觉讲，敢若无变搁较好。听无清楚，伊的话
话讲啊过去。对，有一个诈骗啊，什物绑票，迄爱详细听才有法度听得清楚。迄就是笑点若是听无，你就无法度甲大家讲。我感觉这是一个问题。而且伊即届阁有足侪人的哦，即个一个，即个一个，啊，敲电话一个，内底阁有歹人一个，啊，阁有囡仔一个，足侪人的，阁有狗仔一只。系啊，足恐怖但无啊，的。先复杂吼，即个剧情，敢是安尼顺哥？我感觉 River 的你的用心，你的写本迄个吼，真讲啊，迄个赞助一定有的。哦，啊，你也家己啊下足多的功夫伫个啊，将即个剧本甲描写会足丰富的。啊，但是呢，你真正开，就是你即个发音，因为你本身可能都毋是讲台语啊，生活当中咧讲台语的人，所以呢，第一点你真正开，搁加上呢，你可用即些红啊，迄些红啊，就两个讲袂清楚的人伫遐开讲，所有人拢迄个内容听袂清楚，就一直咧认真听你咧讲啥，所以呢。自然，你咧练喙花迄个趣味感就一直消失去，这是真可惜。但是呢，啊，如果讲你咧其他的这个表演的迄个空间，你会使运用你家己个人的真大的优点去发挥哦，无共款的发展。哦，但是台语对你来讲是吃亏的，所以希望你继续等去练一下，吼，后摆会更较好哦，加油加油！ River， 其实呢，我要甲你行一个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非常尊重你这款的表演，因为这款的表演是非常非常的无简单，这毋是一般人做会到的。你的演艺界呢，有一个非常厉害表演，像你这款的叫做邓志宏。邓志宏哥哥，伊的表演是真有站则开，有伫伊的节奏内面，而且伊的声是非常的清楚的。因为今仔日你真可惜的一点，是因为你的声真弱。 哦，互阮听无，你到底是要表现啥？这是你的缺点伫的。其实你今仔日是差一点尔，啊，若无要用这种百亿，拍去，拍拍就通啊，不要紧，拍拍就通啊。百亿，一般的人来讲是非常的无简单。你只要家练得好，你就会当全台湾性去表演啦。 所以我希望讲，我以后会当看到你精彩这个百亿的演出。你搁加油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！最后，你甲你的朋友有啥物话要甲大家讲？系啊，拜拜。拜拜，再见，再会，感谢 River。啊，我就想要听完呢。 其实安尼吼，这几个礼拜来，甲伊嘛感觉变成一个朋友的关系，看因走心内嘛是淡薄酸酸。系啊，酸酸啦。老师，你拄则看咱 River 去用倒台，你心内咧想啥物？其实剧本是足好的啊，但是伊就甲平常讲，就是放伊，我嘛袂当甲伊教，就是靠伊家己啊，就是希望伊下届就是找一个朋友甲伊做伙演就好。 哦，因为写本是 OK， 写本是好的。嘿啊，无伊讲讲听，两个人演就好啊，对无？就真后悔应该安尼就好啊。对啊，真后悔是有朋友啦。朋友，我是惊讲有人无朋友，是因为无朋友，是安尼啊，安尼来哟。好啦，不要紧啊，今仔日阮就剩3个人，伫楼梯的这队啊，我都唔知影讲后礼拜会发生啥物代志。后礼拜换咱的。 哦，爱当的队，来，今仔日又看到观摩到啊，等于吼差不多吼，佮淡薄仔佮修改一下，是，迄个节奏还是迄个清楚的迄个程度，爱调较稳。是，后礼拜看恁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来，后礼拜再会。